今日係2026年1月1日。朋友，仲記唔記得2025年嘅第一日，我哋許諾嘅願望365日就好似一本啱啱翻過嘅日曆。今日當我想為過去嘅一年做個總結，腦入邊突然之間出現咗老祖宗嘅一句說話：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。冇錯，時間就好似河水一路奔流，我哋可以有過周易裏面講嘅進退無行嘅迷茫時刻，亦都有過否極泰來嘅驚喜瞬間。嗰啲加班到深夜嘅日子，嗰次話走就走嘅旅行，嗰本終於讀完嘅書，仲有嗰聲唔夠膽講出嚟嘅多謝，都會隨住子丑寅卯嘅時辰輪轉，刻入咗我哋嘅年輪。我哋中國人睇時間，唔止係線性嘅向前，亦都更加深信循環往復，周而復始。就好似24節氣，大寒之後必有立春，就好似月亮缺咗之後就一定會圓。2025所有嘅得失悲歡都唔係終點，佢只係泥土埋落咗2026年嘅新生嘅種子。我哋而家企喺新舊交替之間，我好想將呢句說話送俾你哋，亦都送俾我自己。萬事皆可期，呢一句唔單止係一句鼓勵嘅說話，佢裏邊藏住我哋先人嘅智慧。其字喺古文入邊係約會約定嘅意思，萬事皆可期，講嘅係天地萬物都同你有一個美好嘅約定。只要你好似農民一樣，不誤農時，躬身耕耘，就好似匠人一樣，沉下心，靜待花開。時光係一位最守信用嘅朋友，一定會將呢份禮物帶到你面前。2026，願我哋能夠帶住呢一份文化嘅底氣，心有山河萬頃，細耕一方田畦，眼藏星辰大海，腳踏堅實大地。將焦慮交俾時光去沉澱，將行動留俾當下嘅自己。2026，讓我哋敬不息嘅生命，敬萬事皆可期嘅明天。新年快樂！